台1995年嘅保時捷993，一開始到店嘅時候係車主從香港拖車過嚟維修，因為手動變速器脫檔故障，已經冇辦法正常行駛。出現嘅故障係掛唔到錄波，初步判斷係變速箱問題。你睇下我哋點樣完美修復。拆卸發動機嘅過程中，師傅發現有嚴重嘅漏油問題。我哋準備好檢查報告同維修方案，揾車主溝通。車主決定將變速箱同發動機一齊維修，一次性解決問題，節省工時費。變速箱已經成功分解，揾到甩波嘅原因係其中一個軸承斷裂。呢個軸承訂原廠配件要60天以上，而且價格高。我哋有經電車零件替用方案，節省客戶等待零件嘅時間以及大量嘅維修成本。風冷發動機外圍以及手動變速器經過精密維修復原，已經恢復原本嘅性能及動力。呢台經歷30年風雨嘅993，無論係從外觀定係內部機械，每一處細節都直直生輝。昔日風采再度綻放，光華更勝往昔。